第3集，束縛與釋放。若望福音第11章44節，解開他，讓他行走吧。第一，故事內容嘅簡述。今日我哋要默思同埋反省嘅故事，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喺4部福音之中，呢個故事只係出現喺若望福音第11章第17至到44節。由於若望嘅記載頗長，喺呢度我哋就將故事嘅內容濃縮如下。故事嘅中心係述說耶穌復活拉匝祿嘅事蹟。喺伯達尼村莊住咗耶穌所愛嘅3個朋友。若望話，耶穌素愛馬爾大及他的妹妹瑪利亞同埋拉匝祿。當耶穌還喺路上嘅時候，呢2個姊妹就派人去到耶穌嗰度，話俾佢聽，拉匝祿病咗。耶穌聽咗之後，佢並冇立即行動，反而講咗一啲使當時嘅群眾難以理解嘅說話。他說，這病不至於死，只是為彰顯天主嘅光榮。耶穌仍喺原地逗留咗2日，然後就明明地向門徒話，拉匝祿死咗啦。為咗你哋，我喜歡我不在那裏，好叫你哋相信。我們到他那裏去吧。耶穌到咗伯達尼，拉匝祿喺墳墓裏邊已經有4日啦。耶穌睇見在場嘅人同瑪利亞都哭泣，佢就心神感傷起嚟，難過起嚟，並且問，你哋將佢安放喺邊一度呢？佢哋回答話，主，你來看吧。耶穌都流淚啦。嚟到墳墓前，呢個墳墓係一個洞穴，前面有一塊石頭堵住。耶穌話，挪開這塊石頭。馬爾大對耶穌話，主，已經臭咗啦，因為已經有4天啦。耶穌對他說，我不是告訴過你，如果你信，就會看到天主的光榮嗎？他們便挪開了石頭。耶穌舉目向上，向父祈禱之後，就大聲喊說，拉匝祿，出來吧。第11章43節，死者就出來了，腳同手都纏住布條，面上仲蒙住汗巾。耶穌對佢哋話，解開他，讓他行走吧。第二，拉匝祿身處重重束縛與障礙嘅處境中。耶穌復活自有拉匝祿嘅描寫十分特別。我哋喺其他3部對觀福音之中都揾唔到耶穌復活死人奇蹟類似嘅敘述。首先，讓我哋先睇睇拉匝祿嘅狀況。第一，拉匝祿係臥屍喺墳墓嘅洞穴裏邊，洞口有石頭堵住。第二，已經埋葬咗4日之久，已經臭啦。第三，出嚟嘅時候，手腳都纏住布條，動彈不得，不能行走。第四，
面上還蒙着汗巾。耶穌復活拉撒路嘅生命同埋能力過程似乎係相當耐人尋味同埋好複雜。首先，佢要叫人幫忙挪開墓前嘅石頭，然後佢又向父祈禱，先至大聲喊話：拉撒路出嚟！當死者出咗嚟之後，耶穌又要命人幫助解開他，讓他行走。耶穌既然係默西亞，係救主，佢有化腐朽為神奇嘅力量。只要佢講一句話，死者唔係可以復活行走啦咩？他又何必如此複雜，要叫人協助解開拉撒路身上嘅種種束縛，讓佢能夠行走呢？呢個故事到底要對我哋揭開一啲乜嘢嘅靈性嘅啟示呢？3. 束縛與釋放嘅意義。首先，我哋注意到石頭、布條、汗巾都係用嚟束縛死人嘅東西。拉撒路俾嗰啲東西堵住同埋束縛住已經一段時期，已經臭啦。拉撒路嘅重生，當然最重要係靠耶穌嘅話，拉撒路出嚟。耶穌時常都係用佢嘅話嚟實施奇蹟㗎。佢嘅話係有起死回生嘅力量。天主嘅話同人嘅話係唔同，因為天主嘅話就係天主自己。若望福音一開始就講，聖言就係天主。耶穌嚟到世上係要宣告自由同埋釋放嘅喜訊，就如依撒意亞先知所預言嘅，默西亞嚟到係向貧苦者傳報喜訊，治療心靈破碎者，向被俘虜及被囚困者宣告自由同釋放，宣告上主嘅慈悲。參閱依撒意亞先知書第61章第1節。耶穌嘅奇蹟需要人嘅參與，被束縛者要自己努力走出嚟，方可以破繭重生。有時也需要別人嘅幫助，先至可以獲得解開同埋釋放，重拾心靈同埋身體上嘅自由。喺人生嘅道路上邊，冇乜嘢任何痛苦係比心靈嘅痛苦更加難受，更加需要治療。人嘅心靈同肉身係一個整體，兩者係互相影響嘅。當人嘅心靈經驗到束縛同埋傷痛，呢啲亦都會影響到肉體嘅健康。反之亦然。呢個故事使到人反省，乜嘢係束縛住我哋嘅布條？有乜嘢係蒙蔽住我哋眼睛嘅汗巾呢？使我哋失去生活嘅智慧，冇辦法睇清楚是非黑白，往往誤判自己同他人。又乜嘢係我哋生命當中嘅石頭，堵住我哋嘅出路，使到我哋唔能夠走出嚟，重拾生命嘅希望同力量呢？呢啲束縛我哋，使我哋失去生命嘅光輝同自由嘅布條、汗巾同石頭，可以係怨恨、憤怒、嫉妒、失望、不願寬恕等等。如果我哋讓呢啲束縛纏住我哋太久，的確
會令到我哋嘅心神腐臭。另外，喺路加福音嘅光照之下，我哋可以進一步了解到耶穌解開同埋釋放我哋嘅深度寓意。喺路加福音第19章30至34節當中，講述耶穌榮進耶路撒冷。耶穌到咗橄欖山，就派遣門徒去對面嘅村莊，見到一匹存着嘅驢駒，將佢解開，牽到耶穌前。耶穌並吩咐佢哋：如果有人問你哋點解要解開佢，你哋要話主要用它。果然，驢駒嘅主人對佢哋話：你哋為什麼解開這驢駒？佢哋話：主要用它。解開同釋放本身唔係目的，主耶穌解開我哋嘅束縛同使我哋釋放，最後係因為主要用我哋。當我哋真正獲得天主子女嘅自由嘅時候，我哋先至能夠為主所用，平安同埋喜樂咁樣去事主愛人，為教會服務，使天主受到光榮。主，我願意為你所用，請你解開我身心上嘅種種束縛，使我可以自由行走，為你嘅光榮服務。